我冇見過耶穌復活，但係神嘅話話俾我聽，我知道耶穌復活咗。喺邊度？喺我嘅心裏邊。所以我每一日同你讀聖經嘅時候，神先對我說話，我再同你分享。所以耶穌基督復活嘅生命喺唔喺你嘅內心啊？然後你知道，你肯定，你接受，你相信之後做啲乜嘢啊？跟住就後邊講啦。然後咧就話，他又對他們說：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睇到嘛？當你相信耶穌復活，接受耶穌復活，你自己有耶穌復活嘅真理，就要去傳講，話俾普天下人聽，然後警告佢哋信而受洗，必然得救。叫佢哋信耶穌。呢個信咧唔係頭腦嘅信，唔係暫時嘅信，唔係死嘅信。但係呢三方面咧吓，呢三方面都需要一個起步。頭腦嘅信、暫時嘅信、死嘅信，要進到去真正得救嘅信。神等緊我哋啊，從呢三方面進到去真正得救嘅信。如果你停喺呢三方面咧，一直都冇真正信耶穌，到最尾都會去地獄。聽清楚，信耶穌一定要生命改變，不斷嘅更新。然後佢話不信嘅必被定罪。信不信嘅必被定罪，喺約翰福音裏邊提到3章17、18節嘅時候，佢話不信嘅人罪已經定了，因為我哋一路都喺罪惡裏邊一路都係死喺過犯罪惡當中。而家耶穌嚟咧，就將過去嘅呢個罪惡過犯一件一件一件嘅每日每時每刻去處理。仲有第17節嘅話，信嘅人咧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咧。我同你分享過最寶貴嘅神蹟，最重要嘅神蹟，最偉大嘅神蹟就係乜嘢咧？我呢個罪人竟然有機會信耶穌，呢個係最大嘅神蹟。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道你真正信耶穌啊？你真正信耶穌之後，願唔願意為主耶穌付上代價，還是係習慣就一樣老舊嘅不變係唔係啦？